我们一定表现得非常专业，非常有学术氛围。就是这种学术氛围吗？我可不可以不要啊？哎，你什么时候让我见见你男朋友啊？这是个人才呀！你俩都谈这么久了，也不让我见，不合适吧？说的好像我们见了好多面似的。有空一起吃饭呀？就今晚呗。这样我们吃完饭还可以打个麻将。不行，我不打，我又不会打。麻将不能打，这样显得我们特别不务正业。放心吧，这事儿交给我，一定帮你撑好场面。不，我们必须要拯救他们。拿什么去救？停在新港的那些破烂新建吗？放心吧，我们一定表现得非常专业，非常有学术氛围。就是这种学术氛围吗？我可不可以不要啊？你可算来了，晶晶。哎呦，乔老师，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啊！我带我男朋友过来蹭个饭。知道你来蹭饭的，赶紧介绍一下。这是我男朋友于途，这是周影帝周老师。啊，你好。这是跟我合作过的演员段吴。幸会。这是我的好闺蜜陈雪。久仰。你们在干嘛呀？哦，下个月我们一起拍个电影，趁大家都在，对这词找找感觉。哦，这场是个群戏，刚好我们缺了一个搭戏的，要不乔老师帮我们搭一下？搭戏？不，我们必须要拯救他们。拿什么去拯救？停在新港的那些破烂新建吗？少将，你忘记了吧？联邦所有的精英都被你口中的英雄给带走了。难道我们就这样任人宰割，一点点被蚕食吗？好了，少将，你冷静一点吧。国家已经不能再经历一场战争了，更何况还是个必败的战争。我们这个地方的表演方式需要再讨论一下，就比如说这几场。怎么样？专不专业？文不文艺？刚才我们还在斗地主，看到你们一来，马上就把牌收了，就开始对戏。那是啊，专业级的入戏速度啊。我就问你有没有一种学术的氛围，有没有一种艺术的气氛？跟他们科学家比起来，完全不输吧？拜托各位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收起你们现在的样子，把刚才学术的那种气质继续演下去，拜托了，谢谢。那必须的呀，这个人设吃顿饭的时间还是撑得住的。那再来一场吧。不要了，再演下去，这个学术的气氛可就太可疑了，恰到好处，恰到好处。怎么样，我演的老头像不像？像。不过呢，刚刚你们台词涉及到了新武器的行动参数，如果是在星际时代的背景下，有点过于保守了。